敬德，拥抱健康的身心灵机制。亲爱的亲爱的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伫阮人生中间有时阮会拄着阮无能力他解决，阮的心也无法度排解的事。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伫即种的情境中间，你真做阮的帮助。总是阮嘛要恳求你，当阮也未拄着这的事情前，你的圣心就帮助阮成长，成做一个勇壮、勇敢、壮大、健康的基督徒。祝你将一个勇敢、平安的身心灵，放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。所以特别伫那日，阮进入这个礼拜堂的时，阮甲你恳求，求主你的圣心进入每一个你所听的今日查某囝，互阮的生命就得到主你的造就，互阮的心得到你圣心的充满。主你的话就真做活命的气力，真做阮的安慰。阮将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无论伫圣殿中，无论是伫网络顶悬，主愿你的圣心，互因敬拜你的事，因得到主你的充满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伫咱人生中间，有时真正咱会拄着咱无法度排解，伫迄个瞬间，咱就亲像天乌一片。咱伫心内有真侪的艰难，愿今仔即个金句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3节，真做咱的鼓励，真做咱的安慰，真做咱的帮助。这段圣经保罗甲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祝福，这也真做咱今仔日咱的祈祷内底的祈祷事。保罗安尼对伊所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伊安尼讲。伊讲愿享受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一真正成。兄弟姊妹，第一句话，伫这个中间所讲的是什么？第一，咱的上帝是享受平安的上帝。也即今仔做礼拜爱甲记起来。咱的上帝是享受平安的上帝。你会记得咱的主耶稣捌甲伊的学生，伫伊死顶十字架了后的暗暝，讲我主耶稣甲因入来到厝里，甲因讲啥物？伊讲愿恁平安，我将我的平安留落互恁。这个平安不是这世间的平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用这段圣经，放伫你的心内的祈祷讲，愿享受平安的上帝。伊个一句话叫做亲自，这句话内底有3字足重要。第一，享受平安的上帝；第二，伊亲自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？当你还未祈祷的时，这个上帝已经亲自来到你的面前啊嘛！你愿意这个上帝在你的一生大事小事顶悬，拢亲自做你的主吗？第三个真重要，伊讲全然成圣，全然，白话字解翻译叫做一真正成。这个字真正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上帝是一个面面俱到。伫圣经的解说，伊真正信望爱的网络顶悬，你甲点入去查这个全然，这个全然啊，这个一真正成，这个一真是什么意思？伊就解说互咱听，伊讲这个上帝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上帝，何等奇妙，兄弟姊妹！咱的上帝伫咱大小事顶悬，甲咱面面俱到。伊讲什么？伊讲保守恁，互恁得到保守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有水无？上帝的话有宝贝无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当我要不要祈祷的时，你早就用保罗替阮祈祷，你早就用圣心伫阮的内心来帮助阮祈祷。愿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得到勇敢、壮大、健康的身心灵。阿们嘛！无惊头惊尾，无惊来惊去，无六神无主。所听的姊妹，一人的一生中间有时会真落魄，失魂落魄，六神无主。六神无主是一个成语，
是古早人甲咱讲的，就是讲，当咱拄着极大的压力的时阵，咱心头抓袂定，就牵一个风影中的大船，伫海内底摇来摇去，唔知要怎样。兄弟姊妹，可能其实唔是迄个人尔，逐个人拢捌伫人生中间六神无主、无依无靠，对不？也即你捌经历着即种的艰苦嘛？或者忽然火烧的时阵，恁安怎？惊甲唔知影，唔知人惊，连惊嘛唔知人惊，紧的哦救火哦，紧的哦拍火哦。但是后来才知影讲，哇！伫即种的环境的中间，迄种的惊吓忽然像乌云压搭，甲咱炸伫咱的身躯顶关。亲爱的姊妹，当咱六神无主的时阵，有神为你做主，阿们吗？当你伫这个人生中间，你惊甲唔知要怎样。古早人甲咱讲即句成语，讲六神无主。你捌啉过素心汤无？六神无主这个字竟然是中医的话啦。伊咧讲起人的心啦、肝啦、脾啦、这个胆啦、腰子啦，兄弟姊妹，这自古早咧研究要安怎互人得到健康的这中医师，伊就讲起人的生命内底五脏六腑，拢甲健康有关系。后来道教就将这个五脏六腑，甲伊当作每一个人的腹内，拢有一个能力运行伫伊的内底。人若无这个运行的健康的气场，这个相信的帮助，人就无再着健康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帮助所有亲爱兄弟姊妹。对今仔日开始会记得一项。我永远无做迄种六神无主的基督徒，因为我的上帝亲自，将平安赏赐予我，伊要予我全人家性，伊要保守我的灵魂体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伊讲，予我的灵魂体拢得到全然的保守。愿主的话就发出。每一个听伊的话，伊的囝儿查某囝，相信伊应允的人，拢得到这种全然的保守，伫面面俱到、凡事俱到的上帝。我咱今日做礼拜来，真正有这种的意识，就讲原来牧师今日甲我讲的，我的上帝就是赏赐平安的上帝。原来我的上帝是一个以马内利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伊拢甲我三脚地地，伊亲自，啊这。把这句话刻掉伫你的心内，大事小事，我的上帝拢亲自甲我三脚地地，伊全然保守我，直到世间的落尾，伊互我的身心灵拢永健健康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听咱祈祷，兄弟姊妹，伫你的心内若有感动，你免伸出手来回应牧师的讲道，你会当想象伫你的心内，你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！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，请你进入我的思想的内底，请你进入我的情绪的内底，伫我所有的五脏六腑，上帝你拢甲我三脚地地，你拢保守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可以带着走的上帝。你问牧师讲这什么意思？现在你想这句什么意思？我的上帝是可以 carry on， 就是讲你去这个麦当劳讲我要买一个3号餐、4号餐、5号餐，那个就带着走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不是安尼苛刻啦，咱凊彩就那个带着走，不是，是咱的上帝欢喜，甲咱三脚地地，以马内利，伊要互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伊拢甲你三脚地地。兄这就是咱的福气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耶稣，我听到你所应允，你捌应允你的学生讲，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予你，唔免惊，唔通软弱，唔免惊，勇敢壮大。愿主耶稣将这个平安赏赐咱在座兄弟姊妹。你要做一个有平安做主、有上帝甲你做主、有平安的关联点伫你的内底的父母。当你的囡仔将来伊伫人生中间拄着大小事的时，当因心中惊吓甲你吐开的时阵，你有智慧通听到伊求救的声音。不要忽略你的囡仔伫你身边塞奶，还是讲提出讲爸爸妈妈，我足惊，兄弟姊妹，
唔通轻呼因求救的声音，带因跪落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啊，帮助我的囡仔。也即你敢知这种祈祷偌重要？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上帝将伊的平安放伫咱的。等下咱礼拜了，咱要唱这条圣诗461首，请兄这拢开嘴，好无？这条圣诗讲：因为我所信的是之罪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。因为耶稣听我告急，伊要牵我手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的前辈将因的祈祷写伫伊的祈祷书的内底，迄个祈祷书后来世世代代真侪人的帮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因为今仔日的礼拜只有短短2节的圣经，实在是真重要。诗篇16篇，兄弟姊妹，诗篇23篇一定要背，诗篇16篇嘛一定要背起来。诗篇23篇是所有的人拢要背，特别是咱真爱伫困境的中间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嘛唔惊灾害，因为伊甲我三角地地，伊的腿，伊的拐安慰我。兄弟姊妹。伊讲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伊也甲我三角地地。诗篇23篇，但是今仔诗篇16篇是，互大卫甲犹太人甲伊称做啥物？黄金的诗篇，亲像黄金遐尼宝贝。伊讲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甲今仔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伊讲，互你的身心灵，愿恁的神，愿恁的魂，愿恁的身躯，伫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，得到完全的保守，免甲主耶稣过来。伫今仔日，此时此刻到一生的落尾，愿主耶稣保守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咱的身心灵，将主的话背起来，因为每一句上帝应允的话，拢都有能力。你相信吗？花手祈祷，主啊，我的身心灵，做你甲我顾守，互我无食做一个熬惊吓的人。有的人真熬着惊对无？有的人也暗时发吼，吼要停，安尼心神不宁。阿公阿嬷就陪伊去宫里去庙里，就甲伊受惊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毋免人受惊。基督徒若见人话手祈祷，这个享受平安的上帝就亲自甲你三角地地，互恁全然一真得到保守。也即你较无这种充满你人生圣性的亏难嘛？感谢上帝，伫咱顶礼拜咱真恭敬做伙过圣神降临节，兄弟姊妹。咱的圣神毋是30年前伫咱德堂偶然出现的圣神，对无？咱的圣神是要永远甲咱三角地的圣神，恁相信吗？就算做有一日，我甲陈牧师，阮需要离开恁，甲恁告别，这个上帝嘛永远甲恁三角地地。兄弟姊妹，毋免惊无牧师，都爱惊无上帝，恁同意吗？免惊无牧师，都爱惊无上帝。你的人生中间亲自做你的主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地所听的兄弟姊妹，咱主要会当找到的是找伊，咱主要会当求的时求伊。因为天堂毋是将来的事，天堂是对今仔日就开始。也这你相信吗？天堂毋是将来要去的所在。天堂是当我认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的时候，这个上帝就甲我三角地地。所以今日这2段的圣经，互咱3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咱着倚靠，伊要亲自成做咱的倚靠。着倚靠恁的上帝，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互咱信靠的上帝。这是第一句话，我要甲咱讲。所以大卫伫伊的诗篇的内底，伊安尼讲，伊讲我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敬奉这个字伫汉字，伊讲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心中。白话字该翻做敬奉，敬奉的意思就是恭敬，徛伫上帝的面前，敬奉是这个意思。
但是伊真正原本的意思就是讲什么？我心中有主，我将我的上帝放伫我的心内，因为我的心就是礼拜堂，我的心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。你捌听过耶稣安尼甲咱讲吗？伊讲圣神在你所在，圣神就踮伫你的心内，遐里姊妹。所以，当咱讲上帝是可以带着走的圣灵。迄毋是一句粗俗的话，迄是一句真恭敬的话。无论我较见到什么所在，这个上帝拢甲我三甲地地。我要出门开车，我下寒冬路，我就先安静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所以今有真侪新闻拢讲，去70岁以上的人唔好开车。我连面都袂当开车咧。啊，咱的上帝是带着走的上帝。古伦生父76岁，还阁载我去坐火车啦。伫迄个高速公路，德国的高速公路是安那无限速的啦。我坐伫一个老阿公就是圣诞老公公76岁的古伦生父，咧开车，毋是讲足快的啦，然后佫实在是速度非常紧，因为德国的开车是一个高速公路载你开开甲饱，开甲满因为相信你有能力开车，你就要照顾别人，也要照顾家己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上帝伫你的正边，伫你行道路边啊，你相信吗？比迄个自动驾驶更较厉害啊！所听的姊妹，若要讲这个故事，咱大家人拢有一篇的故事。这个上帝是真的，伊真正是伫咱的正边。愿天父上帝，伊就是经历会到。会当信靠倚靠的上帝。第二日今仔日咧，这段圣经中间第二句话，牧师要甲咱讲，上帝亲自，兄弟一定要记起来。爱马甲你的囡仔讲，上帝是当爸爸无伫你的身边的时候，伊嘛帮助你的上帝，因为伊是爸爸的上帝，伊嘛要做你的上帝。爱甲你的孙仔讲，上帝是阿公的上帝，上帝嘛要甲你三甲地地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，就算做阿公阿嬷离开你。上帝嘛，永远要甲你三甲地地。圣经讲全然保守，拄则牧师甲恁解说这个全然的意思，叫做面面俱到，巨细靡遗，就是大小事无一项啊啦，无注意到，咱也袂求，咱也袂讨。上帝圣神就亲自用讲袂出来偷窥，替咱祈祷，你相信吗？亲爱的姊妹。唔通空空离开上帝，咱若信，咱就要领受；咱若信，咱就要得到；咱若信，咱就要伫咱的生活中间见证，讲我的上帝就是这种的上帝。圣经的故事要变做我的故事，我的故事要变做我的囡仔的故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请记记得，伊讲赐平安的上帝，白话字甲这个赐摕掉啦，但是。和本的圣经讲，愿是平安的上帝。白话字顶讲愿平安的上帝，意思上帝就是平安呐。所以伊免事，伊若伫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就平安。但是我亲爱这句话，嘛有着帮助咱会记得，咱的上帝是享受平安的上帝。也即，当你拄着六神无主的时，毋通着急。愈危险的代志，愈毋通着急，有无？古早人甲你讲急事看办，对无？看办，慢慢啊行，唔通急。愈是危急的时阵，人愈容易出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保罗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，上帝亲自，也即一定要甲记起来。这个上帝唔是伫礼拜堂的上帝，这个上帝唔是牧师的上帝，这个上帝是咱大家的上帝，伊亲自甲你三甲地地，阿免吗？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不但知影这个道理，咱嘛享受这个道理。上帝，你为我一生负责任，面面俱到，阿免吗？我咱伫做面前，咱领受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23节的后半句，伊讲：愿恁的神魂身躯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所在主要就是咱咧讲的身心灵。圣经咧讲起人的存在有3种不一样的生命层次：身心灵。兄弟姊妹，有人讲伊就是情绪，有人讲伊就是欲望，有人讲伊就是思想。
但是圣经讲，人的心、人的魂、人的肉体。所以，弟姊妹，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教会为着咱所发出的祈祷，讲道篇每一篇的讲道篇的主题，拢就是一个祈祷的主题。所以今仔日的主题就是，愿恁得到健康的身心灵。愿恁真做一个勇敢壮大、平安喜乐的基督徒。愿主甲恁三个伫地，愿逐项拢得到保守，互恁的生命得到完全。耶稣讲，恁的完全，亲像恁的天父上帝的完全一样。耶稣所讲的这句话，不是鼓励一个人伫品格上叫做完美主义，安尼不是。伊所讲，互恁亲像天父上帝完全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上帝完全要真做恁的完全，不要因果颠倒。上帝完全，伊要真做咱的完全，不是咱有能力通完全，是因为这个保守人完全的上帝，伊若甲我三甲伫地，伊就互我得到完全。这你知这种因果关系吗？兄弟姊妹，愿咱谦卑。摒空咱家己，圣经讲耶稣谦卑屈给家己，摒空一切处罗卜的形象。咱要啉上帝恩典的杯，咱都要将你无好遐臭酸的物件倒掉，用一个完全的杯，空空清气来领受。甲上帝讲，填满伊，填满伊，填满伊。作为圣神充满我，填满我，生命的杯。兄弟姊妹爱会晓的祈祷，所以愿你要上帝第三句话就是讲，要互咱得到健康的身心灵机制。什么叫做身心灵机制？有真侪老师拢咧甲咱教，心理学家嘛是会讲，心理医生嘛是安尼，体育家嘛是安尼甲咱讲。伫你的心内有甚物种的情形，你爱注意，你就要养成一种的习惯，迄个叫做机制啦。就是讲，你有一种某种思想的机制的思想的习惯。大家有的人是，大概若出代志拢想着歹，开拢我唔对，大家拢想对号入座。但出代志就家己想着，我是安怎hand慢，我是安怎唔对，所以今仔日代志会安尼拢是我。兄弟姊妹，健康的心灵机制是互咱知影何去何从，嘛互咱知影咱不需要对号入座。古伦生嘛有写一本类似这种的册，为什么都是我？兄弟姊妹。咱人真麻烦，但是若有上帝，都无麻烦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用圣经做咱的祈祷，讲：主啊，我的心、我的神、我的肉体，整个的肉体，愿天父上帝甲你三甲伫地。我的心、我的神，这个我的神，这个字伫希伯来圣经的希伯来语，还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“我的荣耀就快乐”。这个神甲咱咧讲的一般，通常咱咧讲的圣神，迄个神无共款。伊这个所在足特别的一个字，伊讲我的神就是讲我的想法啊，我的价值观。为什么我的荣耀会带给我快乐？意思就是讲，如果你的一生若做了有价值的事，你若受到你所做的事，你就感觉真光彩，真有价值。我此生此世没有什么遗憾。我会欢喜，因为我一生精彩到即摆，我欢喜上天堂见我的天父上帝的面，我要甲伊报告讲：主啊，你伫我世间年纪中间，你怎样恩待我，互我活得这么精彩？兄弟姊妹，伊咧讲我的神的意思，就是讲我的价值观，我觉得有价值，我感觉对我一生中间有光彩的事，但是。白话字的圣经翻了，都一曲两面，就是我内底有一个圣神，这个圣神会改变我的思想，改变我的价值观念，也互我心欢喜、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讲道无足深，但是讲道是为着要帮助基督徒，会当明白圣经的话，也这。逐摆咱亲近上帝，逐摆咱查经，逐摆咱家己灵修，咱就是仰望上帝的话，会当清清楚楚讲互咱听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一个读有上帝的话，享受上帝的话，也活伫上帝的话内底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圣经不是做参考，圣经是互你照按的去做的话。圣经不是互你做参考，你若感觉有理，甲摕来用；你若感觉无理，甲等落垃圾桶。兄弟姊妹，人袂通改变任何一句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地，因为当一个人敬畏耶和华，代表讲我将上帝摆伫我的心内，伊就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。伊就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伊要安怎？伊要互我的内面有满足的欢喜，有永远的快乐。哇！什么种的人生会当永远的快乐？什么种的人生会无所遗憾，有满足的欢喜呢？也这，你安静谦卑跪落来问上帝，你家己问上帝。主啊，伫我一生里有什么种的安排？兄弟姊妹，就亲像囡仔，敢若会晓问爸爸妈妈嘛？兄弟姊妹，如果你的囡仔问你的问题，你若无答案，你手甲牵咧，也免计较，底下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唔免。你甲伊讲，我们来祷告，好不好？甲你的囡仔讲，咱来祈祷，带你的囡仔安静跪落来祈祷。或者我敢会当请教恁，伫你的厝内底，敢有一个所在是你跪咧祈祷的所在？恁敢捌？咱敢捌真可以？伫你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空间，是你专工为你的生命受祝福来设计，就是你会当跪落来祈祷的所在。有一摆读册时，我有一个老师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。伫阮早到了后，伊招阮去伊的房间啉咖啡，足简单的一个房间。伫伊的身躯顶悬，我学一项代志，一间小小的房间，伊的宿舍，多一间房间尔，一个便所，一个房间，这一套卫浴的单身套房。但是伊甲伊的书架对壁边刷来头前，差不多留一公尺的宽度。伊刻意带阮去看伊跪落来祈祷的所在。伊讲，因为伊无一个伊个人专属的祈祷室，所以甲伊的书房、甲伊的书架放头前，留一个小小一公尺的所在，住伫伊的眠床甲这个书桌的边啊。伊伫迄个所在用一个小小的地毯，用一块棒啊，然后才能去拉掉。伊早暗跪伫迄个所在祈祷。我对伊的身躯学着这样代志。当咱孤单的时，其实咱的人生需要有一个专属的祷告的地方。也在无论你有安尼为你的家庭设备无，真侪家庭会办买卡拉 OK 的音响的设备。有的人伊伫个客厅会摆一个酒厨，摆伊所爱的这好酒。兄弟姊妹，一个基督徒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敢有一个神圣的空间？兄弟姊妹，伫遮，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，互恁欢喜举出你的双手讲：主，今仔日我有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就是，上帝，你伫我生命中间做主，你亲自做主，也这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出出你的双手讲，上帝伫我一生中间，你为我做主，无论是我的学业，无论是我将来要读的、要做的道路，我要行的道路，我的职业，我的婚姻，我的将来，所有的事我往你举出双手。只有往上帝开嘴，无往人开嘴。人有一个困难，就是常常拢往人开嘴，无往上帝开嘴。求天父上帝帮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对咱人生开始。咱所追求的帮助，咱所追求的智慧，咱所追求的感动，伫什么所在？做你伫我心中做主。亲爱的姊妹，愿这种的智慧，这个信心，进入你的生命中。这个信心呢，敢若大家伫地，你就有聪明、有智慧、有策略、有能力、有才办。
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逐摆人牧师拢咧甲你复习，兄弟姊妹，因为这6项的祝福太宝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你的一生尊主最大。兄弟姊妹，会记得德登教会是一间神掌权的教会，伊毋是干那印伫咱的酒报，只有3-5句话。这是这30几年咱的教会感觉，这是咱的目标。伊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教会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教会。迄个就是代表神掌权的教会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知影，这间教会上帝爱伊，诚做心中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甲恁三个弟弟，伫你的心内，拄则牧师一开始，先对这个六神无主的感触讲起。心是什么？一般来讲，咱拢讲是一个情绪，一个第六感，一个直觉。第六感跟直觉可靠吗？兄弟，你感觉咧？哦，有的人足准的，也直觉足准的，也第六感足准的。啊，咱也袂做，所以咱就要去听迄个介准的人啊。兄弟姊妹，直觉跟第六感都不可靠，但是有一种可靠的可能，就是当圣神啊伫你的内面，你就有圣神同在，在圣灵里面祷告的直觉。犹大书1章20节，伊讲就爱伫圣神的内面祈祷。当咱伫圣神的内面祈祷，那种直觉才可靠，那不叫做第六感，那个叫做圣灵的感动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心是什么？心是你一生中间所有情绪、你的感动、你的意志、你的行动，会总数来管控总数啦。人就爱保守家己的心，因为人一生的效果、结果，拢是对心发出的哦。这是真言的话，兄弟，好好保守咱的心。愿天父上帝甲你三个弟弟，伫圣神的内面祈祷，因为上帝是一个完全的上帝，上帝要互咱得到完全。耶稣所讲迄句话是这个意思，毋是咱有能力伫这个世间对一个罪人、罪人变做义人、义人，毋是，是因为耶稣的完全，上帝的完全，互咱主人义人改头换面。返璞归真，叫做新创造的人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兄弟姊妹，把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。额头三招有生命，古早人安尼讲，但是代表讲，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我将上帝摆伫我的生命中，互伊有空间，互伊有权柄。伊伫我的生命亲自做主，主啊，你说了算。伊伫我的正边。陪伴我到一生，到世间的落尾，你相信吗？愿主甲你三个弟弟，相信的人伸出你祈祷的手，甲主祷讲：主，我做袂来，但是我将我的心交予你。主，我无够个聪明智慧，但是我将我的心交予你。你的圣神若临到，我就有智慧；你的圣神若临到，我就有聪明；你的圣神若临到，我就有计划的能力、策略。甲办理的能力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倒来到咱拄则开始咧讲的经句这句话，愿享受平安的上帝亲自互恁全然一真正成。兄弟，伫到恁背起来，若无这句话，爱不断听讲、听念。愿享受平安的上帝亲自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互我全然。互我面面俱到，我毋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，但是我的上帝那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圣灵圣神。我慢慢就加做一个做代志真认真、面面俱到的基督徒。因为这个圣神是光，因为这个圣神是老师，伊会甲咱指导。愿天父上帝保守，伊讲愿主耶稣基督，拢互恁得到保守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，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祈祷最后一定爱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。这是对初代教会每一个使徒拢安尼讲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主的名
才有迄种的想事的快乐甲应允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圣心伫你的心内做主。兄弟姊妹，常常你家己单独的时阵，甚至你若感觉你心内感觉不安，你就家己看手。人袂感觉你奇怪，就是说人感觉你奇怪，你嘛唔免不要在意。比如讲，有当时你坐伫迄个捷运，有当时你坐伫火车顶，有当时当然你开车的时候唔通家己看手安尼祈祷。你会记得，若是你咧开车的时候，你当用心讲主啊，我即摆是足焦躁呢，有错怒，你捌听过这个字？以前讲佫无即种代志啊，是迄个人个性品格较容易受气，毋是讲人有种病啊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保守咱，伊伫咱的心中做主，也伫你的家庭做主，也伫咱的教会做主。阿们嘛。愿这个上帝伫你的心，伫你的家庭，伫咱的教会做主。愿主甲咱撒开伫地。伊讲全然就是这个字，全然意思翻译做面面俱到，事事俱到，凡事全备。伫人的生命中间，互人得到完全的这种的智慧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伊将一个满足的欢喜，将一个永远的快乐来享受互咱大家。第二个祈祷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甲主祷告，主享受我健康的身心灵。你免换作个所在，你只要换这个所在，代表三位一体，我的身心灵。当然牧师我甲恁讲一种的祈祷叫做换伫你的心，佮第二个祈祷换伫你的腹肚，第三个祈祷换伫你。有时你要换，怎么？心就是人的情绪的所在，腹部就是代表人的欲望。我哪腹肚枵，我就是。所以古早的灵修咧过去，换腹肚的祈祷就是安那，为着你的欲望祈祷，不是你喜欢都凡事都可以。爱诚侪一个有节制的人。第三，咱的想法真搞怪，有当时咱的想法真下圣经的话，但是有当时咱的想法无下圣经的话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拄到你身边的朋友有这种的情形，伊感觉有一种的幻觉、幻听，心中有真多无好的想法，兄弟姊妹，你会当请伊为伊祈祷。主啊，我真无爱这种的想法，伫我的内底有真多的混乱的想法。抱着你的太阳穴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斥责那个搅扰、搅离开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祈祷会使安尼祈祷，咱的祈祷会使安尼祈祷。这叫做祷告的仪式。教会2000年来拢有这个仪式，但是有的教会无，是因为有的教会他们不懂得仪式的神圣，所以有的教会无安尼咧鼓励兄弟姊妹祷告。其实祷告的仪式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祷告词。等你话你家里也免开嘴，主就知，对吧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而这对代表的话得到帮助。我的心敬奉耶和华，兄弟姊妹，我甲我的厝，记叫什么人讲的？约书亚。无论恁感觉拜什么种的神明好，迄是恁的选择。但是我甲我的厝，我断要服侍耶和华。我心敬奉耶和华，愿天父上帝帮助恁的人生、恁的家族。伸出双手，甲主祷告，主，我将我的一生、将我的心性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互我成做一个身心灵健康的基督徒。愿主听你的祈祷，享受你健康的生命。到你一生的落尾，所听的姊妹，愿主的圣心，不是单在圣灵降临节，每一时刻，你呼叫圣心的时候，圣心就伫这个所在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圣心，愿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。亲爱的圣心，愿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恳求你进入阮的厝，进入阮的教会，进入阮的生命中。主，你今仔日礼拜是愿你的圣神
伫阮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已经运行，已经充满，已经同在。你亲自同在，互阮一真全然成圣。主啊，阮将阮的生命交托你，阮要享受你甲阮同在迄种的满足欢喜甲永远福气。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